就是你做的吧？你在说什么呀？我听不懂。在我手机上装定位软件的人是你吧？你有什么证据说是我呀？我怎么可能会做那种事儿？我说你之前怎么都知道我在哪里，所以上次我跟顾世一见面的时候，你突然出现，就是因为你在我的手机上装了定位软件。说到顾世一，应该是我问你才对吧？抢走顾世一这件事儿，我就不跟你计较。你怎么那么喜欢跟我抢？是不是因为我抢走了你男朋友，所以你就找这种证据来污蔑我？我没有，你没有。这是你写给我男朋友的信吧？都什么年代了，还写情书？你省省力气吧。学长，你带我去看的电影我都很喜欢。你说我的人生一定会有 happy ending 这件事，我也是非常的。我知道我和我女朋友很相爱，但是当众读我们信这件事儿，不太礼貌吧？你是？我是江淮的男朋友。他怎么会有男朋友？我们江淮很受欢迎的，好不好？要不是我下手快，你男朋友都不一定追你。他之前明明喜欢的是郑贤。可能我比那个人更有魅力吧。好，走吧。对了，信我就收回来了，下一次不要再偷东西了。江淮，你刚才干嘛那么说？你干嘛插手我跟他的事？怎么了？说我是你男朋友，让你丢脸了？我只是很生气，你干嘛每次都不跟我商量一下？你这样我很为难的。我不是怕你受欺负吗？不感谢我就算了。受欺负？你知不知道？我刚刚在来的路上把所有台词都想好了，我想帅气的反击他的，可是你把我的风头全抢了，所以我能不生气吗？那我下次不了。其实刚才还可以的。什么？刚刚的你有点帅的。你这反射弧也太长了吧！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赢了漂亮的一仗。我不需要那么多的钱，而且我给过你机会，在你30岁的时候，但是你却把机会让给了别人，然后你逃跑了，还记得吗？既然答应你，就给你这个机会，但是成功与否，我也不能向你保证，毕竟连我自己也不知道，我身体里流淌的是什么东西。我想叫别人代替我试试，可以吗？随便你。这什么？这什么？
这红斑，你说的会消的吧？啊，会消掉的吧？啊，我不知道会这样。我感觉自己不能呼吸了。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为什么要骗我？我不是有意的，我不是有意的。虽然他死了，可是我常想，如果那一次是我来做，那会不会成功呢？他死了，你心里一点难过都没有，反而还在想你自己会不会成功。他估计也不知道会有这么大的风险吧。你走吧，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。艾丽莎，这是我最后的愿望了。我知道有风险，所以即使失败了，我也会接受。我已经给过你一次机会了，并且你已经使用过了，而且你让一个无辜的人白白死去。求求你，求求你，求求你！何必如此呢？我自信满满的贵族小姐。没事吧？啊，婆婆，你今天又是来绑架我的吗？啊，对了，雪姬，我已经想好我的生日愿望是什么了。车山，把他弄走。啊，放我下了。春山，你别走，春山。春山，你别走，谢谢你陪我。怎么喝那么多酒啊？头好痛。哎呀，怎么去打工啊？那就不去了呗。啊，你怎么也跟雪姬一样，成天在家无所事事？难不成也是某个富豪的儿子？是啊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所以整个家只有我一个人打工赚钱呗？对啊，全家都靠你养家糊口了。哎，对了，你认识昨天晚上给雪姬下跪的那个婆婆吗？哪个婆婆啊？就是你说她绑架你那个。那个婆婆给雪姬下跪了？对啊，你不也看见了吗？难道是她娶雪姬有什么事儿？还是欠雪姬很多钱？哦，那婆婆很有钱的，她连绑架我的车都是豪车。不过雪姬更有钱。你好像要迟到了。那我先走了。